為配合特區政府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打造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施政方針，提升澳門對科技人才嘅吸引力，科技基金最近完成咗科技研發人才資助計劃，並已開放申請。科技研發人才呢個資助計劃呢，咁就我哋喺園內支持澳門居民進入高校，進入呢個澳門嘅認證企業嘅參與科技研發嘅呢個基礎上呢，我哋新增咗兩個類別嘅，一個類別呢，就係面向獲得呢個人才引進計劃引進嘅嗰啲高端人才、優秀人才，另一個呢類別呢，就面向澳門居民喺外地從事科技工作嘅呢啲咁嘅人士咧回流澳門嘅。咁呢兩個計劃咧都係會為呢啲咁樣嘅人才咧喺澳門開展科技研發咧提供科研嘅經費。咁等到佢哋咧更有決心咧喺澳門創業啊，或者加入澳門嘅高校嘅。咁我哋相信呢個計劃咧可以提升我哋澳門對科技人才嘅吸引力啦。咁亦都可以加大佢哋落戶澳門嘅嗰個誘因嘅。咁同時咧等到佢哋入到嚟澳門，亦都有研發工作可以開展，咁我哋可以留得低咯。有年輕人受惠於計劃，令企業減輕開發資源成本外，亦直接提振科技行業信心。最大嘅幫助可能就係可以減輕到成個項目嘅成本咯，就係可能招聘人才方面啊，因為畢竟研發個成本都頗大，可以減輕到成個項目，咁就會比較公司壓力會比較細，然後就可以更多資源去做啲嘢。澳門本身科技行業市場比較細，如果有呢啲咁嘅資助項目，啲公司會願意去做更多嘅，有更多嘅諗法咯，就會可能吸引到更多嘅人翻嚟澳門，多個選擇。咁喺成個科研項目人才，即係科研人才嘅項目計劃入邊，其實我哋係會得到咗30萬2年嘅一個資助喺我哋嘅相應嘅同事上邊嘅。咁佢喺俾到呢啲相關嘅資助公司之後啦，咁公司其實喺呢一個項目下邊或者呢個課題下邊，咁我哋其實喺人力上邊就可以投放更加多嘅人力啦。咁亦都會令到我哋喺成個項目嘅運轉上邊會更加靈活同埋自由少少啦。咁同樣我哋亦都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人才嚟加入呢個項目嚟做相關課題嘅上邊嘅一啲研究嘅。首先我哋呢一個項目係圍繞住腦機接口同埋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課題嘅。咁喺呢個課題上邊，其實好多探索性、科研探索性嘅工作。咁其實無論喺人員嘅開銷啦、設備嘅採購，其實都相應嚟講個開支係大嘅。咁有咗呢一個科技人才嘅資助計劃，其實喺一大程度上面會減輕咗我哋人力研發成本嘅一啲投入。喺呢啲資助計劃嘅情況下，咁我哋可能可以有更自由或者係更多嘅一啲成本可以喺人才嘅一啲招聘上邊，咁就可以吸引翻可能喺之前出邊讀書啊嘅一啲同學仔或者相應嗰啲人才回流翻到澳門嚟投身喺呢個成個科研項目上邊。咁我哋亦都更加放膽或者放心咁去嘗試一啲更加創新嘅一啲課題嘅，例如腦機接口同大模型相關融合嘅，或者更加多前沿嘅一啲項目課題啦。長遠而言，喺資助計劃帶動下，更加有利科技行業吸納人才，提振澳門科技行業發展。